係今屆聖本學校綜合部學生會會長，高二 D 班李建東。我係今屆副會長，高二 C 班吳福賢。我都係今屆嘅副會長，高二 E 班李淑芳。喺嚟緊嘅呢一年，我哋會致力推廣校外嘅一啲活動團體嚟學校辦活動，令更多同學受惠。我哋亦都會加強對聯校嘅合作。我哋會致力做對最好。多謝大家支持。多謝。多謝晒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屆學生會通訊部部長，高二 D 班林嘉美。我係副部長，高二 B 班嘅歐陽慧玲。我哋通訊部部門係負責通知學生會報完一啲嘢啦，同埋通知參加者比賽嘅詳情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屆學生會財政部部長，高二 D 班陳志豪。我係今屆嘅財政部副部長，高二 D 班徐秀華。我哋財政部咧就係負責記錄呢個財政報告啦，同埋管理學生會嘅支出同收入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屆學生會嘅總務部部長，高二 E 班江建華。我係副部長，高二 E 班江德善。我哋總務部係負責向校方申請租借多功能室同埋課室，同埋每次活動前後嘅佈置同埋善後工作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屆學生會紀律部部長，高二 E 班蔡偉雄。我係副部長，初三 D 班嘅嘉豪。咁我哋紀律部咧最主要咧係負責翻嘅校內風雨統籌啦，同埋維持學校嘅秩序嘅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屆學生會宣傳部部長，高二 D 班蘇文健。我係今屆宣傳部嘅副部長，高二 E 班嘅張家豪。我哋宣傳部主要嘅工作就係美化學生會壁報欄同埋 Facebook 專頁，進行拍攝嘅工作，同埋加強推廣學生會對外資訊等等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屆學生會嘅班委統籌，我係高一 C 班蔡建興。我嘅工作主要係負責將各個班級嘅意見轉達俾學生會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屆學生會文科部部長，高一 A 班陳文傑。我係文科部副部長，初三 D 班嘅梁振恒。我係文科部副部長，初三 D 班趙子婷。我哋文科部今年會積極推動校內校外各種大小任何形式嘅比賽活動，包括有聖道明杯比賽、定向比賽、校外嘅聯合歌唱比賽，希望各位同學積極參與，多謝大家支持。